是我的錯覺嗎？大師明明說過勾引這條路不適合我，可剛剛的教學，我怎麼又有一種被勾引的感觉？男人都是感官動物，你要做的是激发。I like the way you grab my hands. 笑了呗。真不想继續了？是我又想多了，大師就是在指導我。最近怎麼老是想到？我去重新放音樂。进步真快。